后来大甲马回銮，280多万信徒的陪伴下，伫半暝1点32分回到镇南宫完成安坐大典。9天8暝了境圆满来结束。其实本地是安排伫咧昨暝11点就要来安坐，但是信众实在太多了，4颗练灯的道路拢塌甜，所以延迟2点外钟才来安坐。昨暝嘛因为人潮大爆满，为着要抢接桥，爆发着2波的冲突，警方出动着快打部队逮捕5个人。大甲妈祖了境回銮2边顶头的香火成员刷咧相拍，也伊个头啊，甲人牵，阁有人摕起来做武器，甲人拍。路径嘛来压制相拍的查甫人。另外一边嘛爆发冲突，关警用身躯甲相拍的人架开，煞绊倒，摔甲真惨。妈祖回銮进镇南宫，周围道路的人是相挨相客，顶头人员阁有空间通好相拍。这暗尚无有2件相拍的事件，这场是拍甲上厉害，警方当场逮捕闹代志的人。系相案成员推挤衍生互殴，以优势警力强势压制，弭平冲突，并将相关人员5名带返本分局查办。大甲妈回銮镇南宫周围未输不夜城，香客甲顶头甲警庙附近杀甲密。庙方原定妈祖的神像要伫咧昨暗时11点入庙安坐，不过人潮伤济，到半暝1点10分才到庙前埕。神像奉车子乱叫了后，众人双手举悬，甲神像供迎安坐，一直到1点32分才完成安坐典礼，创下上坏纪录。这届大甲妈祖9日8暝，经过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4个县市，行340多公里，甲80多万的信众做回圆满结束了境的旅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